艺人彭恰恰监制贺岁国片《大三元》，亲自担任麻将顾问，教剧中演员打麻将打出气势。事实上，彭恰恰也确实擅长打麻将，更有演艺圈4大高手的称号，拥自摸73台的纪录。不过彭恰恰透露，当时这种牌被称为五鬼运财，他因为没有钻桌底，隔天马上出车祸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彭恰恰透露，当年演艺圈4大高手曾在秀场时期交手过一次，原本是郑敬义突然打给他，说自己跟另外3名高手对打，已经输了快50万，希望他救场。彭恰恰一听，立刻赶到现场，而现场也因为听说4大高手要过招，加上打1万底相当刺激，吸引50-60人围观。还好彭恰恰保持冷静，一般799万听牌会听9万对打，彭恰恰却打9万出去，接着反手马上自摸8万，就这样赢回48万，让郑敬义没输。而讲起自摸73台的记录，彭恰恰则说，虽然麻将基本分大小4喜，大4喜要4对都碰出来，但当时他们算3对碰出来，其他有2张就算大4喜，大4喜是40台，大4喜碰胡是10台，凑一色又是10台，就东南西都碰，外面都是筒子，对胡，顺家单调一张南风，但这个南风单调，再摸南风才会自摸。我对家做的是个女孩，她拿2张南风，她没说，但我猜到。我摸到1张花，海底自摸，杠上自摸，南风单调，就这样有了73台的记录。然而，遇到这种手气大顺的牌叫五鬼运财，通常要钻桌底，但彭恰恰没有，结果隔天马上出车祸。我开车从基隆路高架桥下来，车子就被撞，4个轮胎都破。彭恰恰说，当时自摸73台是打1100底，大概赚2万多，结果车祸撞他的人是认识的，因为对方没赚很多钱，所以自己认赔，反而花了8万多。不过现在的彭恰恰已经不打麻将10多年，因为他打麻将有个不沉迷的好习惯，还有不赢就不要再打的原则。现在认为打麻将已经太浪费时间，宁可把时间放在创作上，只要曾经玩过就好。